本心本性又本心，转儒转道是转行。世事如棋，乾坤不测，孝敬英雄啊！咱看过了许多工哦，这也是咱记忆中共无的声音。伊讲我写的戏只有伊会当播，这是确实的代志。因为从小到大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就是妈妈不用这个默契。但是呢，反正人生这是一个过程，他一直交代我们一定要高兴，生气的先享受，然后你这个世间呢，就是继续咧在咧拍拼。